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我过去毋捌听过新剧，一直到有一个时代甲我讲伊是足爱看新剧。后来咧讲艺下歌舞团的时阵，嘛有伫册内读到新剧这个名词，只是一直都毋捌真正去了解。今日我要来讲新剧伫台湾短短的40档的发展。过去搬戏互市民看，算是苗人闹热的代志。日本时代1926年的调查就发现讲，大拜拜的时阵去请戏班的开销是占寺庙开销的1/4。毋过伫古早时阵搬戏，也阁有另外一个真重要的功能，我家己是感觉足趣味的。就是若是一个庄头有啥物规定要宣布，也是要禁止啥物代志的时阵，因会用演的。我记一个像屏东西市的忠义亭，有人伫遐拍册啊，等本色乌白乱阵，所以因就采一个新禁闭，申请的申，禁止的禁，另外也会演戏新禁。这毋是讲干那用写的用讲的无够，是用演的较正式较公开。而且若无遵守规定，处罚内面有冒槟榔陪食的，有办桌请人客，也阁较大的就是罚戏。人讲罚戏一台，因为古早人的生活是足无聊的，大家拢真爱看戏。罚戏就是请戏班来搬戏，也阁借这个机会互民众自集，知影啥物人犯啥物罪。这算是一款公开的处罚。可能演戏有这款公开教育民众的功能。到日本时代，知识分子嘛就想要用戏剧来教育民众。台湾伫过去福建沿海的移民都有引进袂少戏剧，后来真正伫台湾才发展出来一个就是歌戏。这个歌戏的历史伫真早86集捌讲过。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这本册内底嘛有写着传统布袋戏、甲歌戏、甲电影伫台湾的发展，大家会使去找来看。小港伫歌戏开始咧实行的时阵，伫台湾新剧嘛发展起来。其实只要是过去传统戏剧以外的戏，拢会当叫做新剧。毋过这款新的戏剧是日本人先开始的。台湾第一个新剧剧团就是1909年，一个日本人高尚风处龙Takamatsu Toyohiro 伊设的台湾正剧研究所，因嘛找台湾人来做演员，演台语的改良剧，像廖天丁、周成过台湾这款戏。日本初期这款改良戏是有要同化台湾人的目的。也若对台湾的观众来讲，这款戏嘛代表社会文明，佮反映现实的生活，批评社会问题，甲过去传统戏剧无啥相共。毋过到底有偌济人看，其实嘛无济。观众对这款戏毋是真有兴趣，而且这第一个新剧的剧团，伊找来演戏的台湾人，拢是一寡失业、社会地位较低的人。所以当时嘛有人笑因讲是会演罗马戏。日本时代新剧的第二个阶段是1923年开始，迄时就变做台湾人组的剧团，因拢是一寡有使命感，对日本市民真不满的文化人。真侪表演因是配合台湾文化协会，也是劳工团体、农民团体因的活动。因表演的内容是足进步的，有咧鼓励自由恋爱，批评封建传统的风俗，也嘛有一寡社会主义的劳工农民的议题。这台湾人的新剧团第一个组成的是伫彰化的顶新社，后来都有台北的成功演剧研究会，
台中草屯的炎风青年会演剧团，新竹嘛有新光社，台北后来也阁有民风演剧研究会，台南有台南市艺术俱乐部。这个剧团表演是拢无咧趁钱的，所以这个演员嘛拢是业余的，真侪是为着参加这个社会运动才来演出。大部分的演员是拢查甫的，较少看到查某的，若有是拢这个男性演员的家属。迄时有一个即马互人号做台湾新剧第一人的张伟贤，伊头先是先加入成功演剧研究社咧表演。张伟贤嘛甲创办道港艺术的道行丁评委伊那雅去土马，甲办爱爱了的时间小工，拢是伫日本时代无政府主义组织孤魂联盟的成员。嘛因为安尼，张伟贤的演出，日本警察拢会特别注意。佮加上剧团内底成员侪问题，2-3冬了，张伟贤转家己去日本学戏剧。伊为日本回来，才佮另外创一个民风演剧研究会。张伟贤为着要提升台湾新剧的品质，伊就按照日本剧场的训练方式，特别聘请连雅堂、杨三郎因遮的老师来替演员上课。因会上台湾语的研究，上文学概论，伫遐教音乐画图，也佮有安怎表演。主要就是要培养一寡较有文化思想，会当读剧本，佮会当演戏的人才。张伟贤伊也佮特别捌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台湾新剧拄着的问题。内底除了讲新剧无资源、无专业的人才，日本警察的干涉以外，伊嘛特别讲到语言的问题。伊写讲语言问题，台湾白话字也未解决。演戏的剧本是用文字写的，表演的人都爱读得出来。表演时阵，大家较爱听众，佮爱听有。新剧的剧本真少是台湾人写的，大部分因拢是摕日语的剧本来演，而且这日语的剧本除了有日本人写的，也佮有真侪是为欧洲、美国翻译做日语的剧本。迄时嘛有剧团因会摕中国话剧的剧本来演。张伟贤会讲语言是问题，因为毋是所有的演员拢看有日语也是汉字，也就算捌字读有，嘛无的确有办法用迄个语言来表演。刷落来就是台下卡的观众是佮较听无的，所以一直到中日战争开始，政府规定一定要用日语演出进前，新剧的表演拢是讲台语。毋过因煞真少有台语的剧本。针对这点，专门研究台湾戏剧历史的区坤良先生，伊伫无共所在捌讲过，伊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台语无一个统一的写法，也过来台语阁有足侪腔口，所以真好有剧本也阁演得出来。我想到的是歌册真早就有啊，是安那即阵导演演员也是作家，因无写汉字台语像歌册安尼。伫日本时代，虽然无统一的写台语的方式，迄时的知识分子有人咧提倡白话字，歌册是写汉字，这表示讲也是有人在写。张伟贤会安尼讲，真有可能是新剧研究所内底是一寡无介意传统戏剧的进步人士，所以因嘛对咧对歌册用汉字写台语无啥兴趣。所以张伟贤写的是讲台湾白话字的问题也未解决，就是也咧教也无普遍。另外一个解说就是，即阵新剧研究所的人，因为实行政府的限制，较会晓写日语，就袂晓写台语啊。迄当阵少数台湾作家写出来的剧本，确实是拢日语。新剧拢讲台语的理由，较会当理解，因为大部分的听众惯势听台语。佮再来就是演员因本身因用台语表演较自然，因迄时就算要去演互日本观众看，因也是讲台语。后民化运动开始，才规定演戏一定要讲日语。
迄当阵政府特别戏团分级，伫50外个登记的剧团内底，敢若有5-6个是有法度全部用日语表演的，因算是特级的。刷落来，若有一半以上用日语表演的，算1级的。也若2-3级讲出来日语就无一半。政府迄当阵用一款分级的方式，要鼓励这个剧团来讲日语。后来，从林团手甲张文权伊写的严格改做戏剧的时阵，因的表演差不多就完全拢是日语。林团手讲，伊迄当阵特别搁甲剧本内底人名甲特殊的名词，拢维持是用台语发音。看起来迄当阵演员真侪是拢看无剧本，安尼因要安怎演戏？有一款方式就是用讲戏，因毋免摕剧本，也嘛无写剧本，敢若有一幕一幕的故事大纲，甲逐个角色要出场的一个对状表。导演是用讲的，讲互演员听，因就家己上台去表演。伫战后有一个号做大台湾剧团，伊内底导演、演员、编剧号做廖和春，伊就用写的，也是用讲的，交互一个徒弟伊去整理了，佮甲内底的对话、故事也是口白，拢总用录音的，才佮放互所有的演员听。因为这个廖和春伊有写落来，所以台湾新剧才留一寡资料落来。伊写的剧本是无咧讲啥物大道理，也无啥物主题，真通俗，所以足侪人爱看。像过去擂台戏是连续逐工咧表演，为着要互观众逐工搁愿意开钱去看戏，演到要结束的时阵，廖和春就会安排这个故事有一寡较特殊的发展，互看戏的人明仔载会继续要来看。因为伊写的剧本主要嘛是要互演员用台语表演的，所以遐个对话拢足简单的，会当互因自然就讲出来。另外是伊的用字就较复杂，若无看现场的表演安怎演出来，干那看剧本留落来遐个字，也无得确知影伊的意思。战后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，戏剧活动就变做中国人在看。初期台湾新剧甲舞蹈相共，也会当自由发展。迄当阵有2个系统，一个是用台语表演的新剧，另外一个就是为中国来讲华语的话剧。这2款戏剧的表演理念甲方式无争差足大的。毋过因为政府的语言甲文化政策，造成观众变真无共人。因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政策，台湾本土剧团的表演就互人当作较低级的表演。当然大家会使去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，看戏的时阵嘛无得确就要完全拢听有才会去看。看传统戏剧的时阵，就算看布袋戏也是歌戏，完全听有的人嘛是少数。也咱若是去听歌剧迄，就愈毋知因咧唱啥。只是因也是有观众，所以听有听无，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政府政策的限制影响较大。白色恐怖开始了，本地咧批评社会，也是政府的新剧，伫迄当阵就豆豆啊无去啊，敢若剩一寡商业性质的职业剧团、歌舞团。甚至台语的表演嘛，因为语言的政策受到真大的限制，伊演出的内容嘛拢要求着爱反攻大陆，也是古早忠孝节义的故事。所以即阵伫日本受过教育、用台语表演的演员，就愈来愈无发挥的空间。新剧伫台湾的时间短短啊，敢若40档，伊阁受到200外来政权的影响，语言的限制。所以无真正留落来偌济成果甲资料，只不过这个新剧的人才对后来台湾舞台表演、电影、电视的发展拢有足大的贡献。今日讲的内容拢是为屈坤良教授伊写的册内底看来。屈教授伊专门研究台湾戏剧，是真早就开始访问这剧团演员的研究者。也有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
即马已经有袂少台语剧本会出版。今年阮剧团因出的新册就叫做《阮剧团台语剧本集》，总共2册。第一册是收集热天寒眠甲爱情的车车，第二本是10电，拢是因演过戏，有台语甲华语对照。若是要会晓讲地道的台语，读剧本是足好的练习，因为读出来就是平常时会当讲出来的字句。请大家去找阮剧团台语剧本集来看。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，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医师配的链啊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